过来关心电钱的部分，中央电价费率审议会决定，即届要甲民生电钱起0.71%。那以小家庭来讲，一个月用电伫咧700度以下，这平均上侪是会加70块。 气温烧热，热天卖水果的业者只好开冷气，这是为着保持水果会较鲜，嘛互人客愿意上门消费。不过电价费率审议会19定案，即届平均电价起0.71%，民生主体用电也甲开店的电费影响上大。用电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是生鲜水果。 对啊，然后电价真的不要再涨了，因为真的很难赚。电价起落很惊人。电价费率审议会指出，因为产业电价已经就业反映成本，所以即届无起。不过民生主体平均电价调整前是2.77块，比卖电成本3.8块较少。伫电价无度反映成本，而且台电到今年7月底已经累积了4179亿，所以决定小可调整电价。整体而言的话，我们这次的调整的这个方案。 对于 CPI 的影响是0.0133个百分点。即届主题用电调幅，每个月用电较无330度，电费上最增加33块；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，每个月电费上最增加70块；每个月用电1000度以下，电费上最84。小店面每个月电费上最每个月加70块，不过包含农渔学校甲社福团体的电费无起。 经济部讲，台湾主体平均电价调整了后是每度2.89块，比韩国、新加坡、日本拢较俗。我们第一级距大概是1度是1.68元，那几乎是我们现行台电合理发电的一个成本不到1/2，合理的反映电价的这个结构上面，仍然需要适度的做一个调整。 经济部讲，即届平均电价小可起0.71%，估计会当互台电的债务加60亿以外。为着减少物价的波动，小店面700度以下一度是调悬1角，每个月上最是起70块。不过物价是毋是会出现波动，也是爱密切注意。记者采访报道。